拢是予人痴迷，爱甲心肝底依陪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猜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对你的思念，掺着淡薄亏欠，因为我知影，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对你的思念，掺着淡薄感慨。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我永远会记迄个红台女，命运的乌手，无声无息，开始创治我甲阮弟弟的人生。我无法度去想，茫茫的世间应该要对倒去。无偌久以前，我还阁是一个有爸母疼痛、幸福的查某囝。为什么？课前今日生日，我送这敢袂伤疗效，而且等下我要用什么借口摕互伊呢？时来运转，去签六合彩一定会对哦。假假啦！哎，当然是骗你的啊！骗啥啦？啊！鸡仔冰，鸡仔冰，冰会水啦！今日是客卿的生日呢。哎，你看，规珠包内底拢是礼物呢。要送我客卿的生日礼物，家己送就好啊，哪会将我当做邮差啦？拢独独予我。也毋过物件既然拢伫咧我遮，我就无客气啊。哎，陈志杰，迄是人要送客卿的生日礼物，你哪使人提去啦？滚走！哎，拜拜。转来，你生日快乐！客卿，今天有礼物要送互你哦。你在笑啥？你毋捌看人咧穿鞋啊？我看已经有够清气啊，搁卡着要害去啊哦。哎，听讲你有物件要送我是无？敢会是生日礼物？哪有？谁会知影今日是你的生日？哦。哎，你摕什么物件？哎呀，我看卖啦。顶遍你捌送我一个书签，啊，这个物件就当做礼尚往来。哇塞，这是你编的哦？嗯。足复杂的哦，你一定编足久啊哦？无偌久啦。真是足水的，多谢你。我会甲伊当做我的生日礼物，因为拢无需要搬的。哪有
有影。其实你今日收到足侪生日礼物呢，拢是迄个陈志坚呐，伊拢甲你摕去啊，拢放伫个书包内底，你紧去找伊。唔免看，我上介意这个。你人招阮大家入股啦，讲迄标地方啦，然后当初我日本人啦，讲迄帮阮大产钱，啊，即摆咧，地方已经叫标去啊啦，啊，你骗伊人诶，人咧，你即摆人伫日本，伊咧甲大财团计较啊，伊今仔日就会回国啊。莫讲啊啦，伊台湾投资讲起哦，已经关门啊啦，你也毋知影哦。伊家钱看卖绕跑啊啦，甲恁母甲放杀啦啦，知无？哪会安尼？无可能会安尼啦！哎呀，莫讲较济啊啦。恁一个夹物件搬搬咧吼，搬一项算一项啦。对，咱查无地方，呀。不应该，不应该，你别当安尼啦！你当安尼啦！可谦哥，生日快乐！哎，你哪知影？拜托诶，阮这逐工都嘛咧编这个中国节，我哪有可能唔知啊？妈叫咱今日较早转去啊，行啦。较早转去的，伊讲银行可能会有风台。姐，爸爸今仔日毋是会转来？对啊，也毋过你毋免烦恼啦，我会看气象报告，伊会闪风台。哦，行。是安怎？妈，你讲话啊！你讲话，你莫讲惊啦，妈。博山，心兰，妈，难道哪会变安尼吼？难道你要去互翻译查封啊？咱得要无厝啊？是安怎？因讲，恁爸爸就大家钱骗了了。已经走去啊！以后袂讲，爸爸哪会安尼？这内面一定有啥物误会伫的。恁爸爸我是上解了解伊，伊对人讲信用，对朋友讲义气，伊甘愿家己吃亏，伊嘛无可能去害别人的。咱即摆是要安怎？打电话互爸。伊顶解甲咱讲，即摆爱走足多个所在，伊若有闲的时阵会甲咱联络。啊无，咱来摕老阿姐斗相共。这个时阵已经无人会插啦，除了伊。妈，你莫阁乱问啊！我想到啊，今日是柯倩的生日，我想伊应该规家遐拢去甲庆祝啊。那安尼，咱就伫个遮等因啦。妈，你莫艰苦啦。爸甲老阿姐是好朋友，我相信等下老阿姐转来，一定甲咱斗相共。博山，你安怎？系啊啦，博山的屁股搁发作啊！伊药啊咧，有啊，紧来，紧来啦！博山，来，大老鼠，系啊，妈，无啊啦，免系啊啦，伊的药拢伫咧厝的呢。对啊，免乱啦，来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深呼吸。安尼
了，妈不应验啦。是啦，你来照顾弟弟，我来喂药啊，我照顾伊啊。大花，你会陪我外头两号。不要紧哦，不要紧啦，不掉的会艰苦。欧马台风行进速度加快，暴风半径已经笼罩整个台湾，比原来预定的时间要提早很多。丽薇啊，你较细腻的，阮已经8个外月啊呢，袂用有湿甲擦，你知无？嘛我知啦，我较细致嘞。新闻拄则咧讲咧，风台提早来啊。妈，你有要紧无？歹势啦，拢是为着要替我过生日，害大家风台天阁出来受罪。可谦啊，因为你值得啊，你一直拢足优秀的啊，你值得阮大家甲你过生日，对不对？火山，你有要紧无？袂安怎啦？袂安怎？你搁啉来一个好无？火山，搁啉来一个，你搁啉来一个，这马上起来买药啊！你啉来一个，啉来一个，来，你坐我边，来，跳过去。我去看我有弄着人无？欣然，老姐，你有要紧无？阿姐，你有代志无？我无代志啦。你来伫遮啦，还是我生啥物代志？你骂人呢？爸，妈老位啊啦！阿芬啊，你是安怎啦？丽薇，我把阿芬那里面应该上去平。在哪？我说先生，我拄则发生车祸啦，阮某弄一直在流血，拜托的，你赶紧甲救啦！阮某有新的法度来顾阮的囡仔咧，拜托的啦！阿芬啊，阮某即马啥物情形啊？伊还随同一个手术，咱这边申请。我是要动啥物手术啊？真歹势，恁某已经落体啊，囡仔无法度保掉。囡仔无去啊？你较冷静，更加不幸的是，伊即马当咧大洋出血，无法度支援，要赶紧动手术，甲子宫摕掉，才有法度救恁太太性命。啥物啊？先生，请你赶紧去签一个手术同意书。
阿妈已经有去报警，因讲会紧去处理，你就免阁烦恼啊！我想你妈妈一定是叫风波冻掉。真是的，你是咧说咧啥？拢是我，无头神安尼乌白乱唱，害恁兜即马。你也毋是故意的啊！今日恁兜发生这种代志，无啥伊阁闯甲安尼，你当然莫着急啊！毋知影恁妈即马安怎？喂，进来，小姐，小姐你是？我是李欣兰。哦，对啦，我发现一领有绣你名的外套，还佫一张鞋啊，想要请你指认一下。你想要讲啥？就算我迄外套是我的，鞋仔是我妈的，安尼又搁安怎？安尼嘛无代表啥物啊？昨风雨遐尔啊大，无得可是伊落去的啊！是啊，是有这个可能啦。恁伫咧创啥？恁伫咧创啥？因为阮无排除你妈妈有落水的可能啦，所以阮就请救难大队要来协助打捞的。打捞？不爱，我不爱你打捞！我妈袂做这种代志，不爱。进来，小姐。进来啦！进来啦！你甲冷静的啦！进来，进来，你甲冷静好不好？进来，你妈安尼啦！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落雨啊！你会摕我外套凉雨。欣兰，妈妈真正对不起你。这个啊，前脚走了，这个后脚哦，就咧风台面失踪啦。这两个某是作假的啦。这。听人讲，摕亲人的衫，会用的阴魂。虽然我真是足无想要安尼做，也毋过，假使你若是真是跋落水底。安尼敢毋是足可怜的？爸即马已经下落不明，不管柯倩甲子健，因安怎安慰我，其实我心肝内真明白。爸伊袂阁再转来啊！你的妈，你伫倒位？不管你是死还是死，你拢互我找到你好无妈？你莫甲爸同款安尼不平不平好无？
我甲这卖起来。医生啊，医生啊，师傅长，拜托了，你请一个医生来一下好不好？好，你稍等下。可姐，你无弟弟妹妹啊，无去啊，我囡仔无去啊啦，无去啊啦，爸，无去啊啦，无去啊啦。两位啊，囡仔敢无保掉咧？我带这个囡仔在这里哭，现在会变成安尼，我不会了，我不会了。啊，芬啊，不要紧啦，恁头搁伤心吼。囡仔甲咱有缘无缘，咱无法度做主的。只要你身体若够用，看要生几个嘛有，对无？无啊啦，我袂阁再有阁有囡仔啦，我无啊，我袂阁有囡仔啦。恁爸爸，爸去买物件，所以我留落来陪你。今仔日有啦，你会惊着无？无啦，免那会。我知影我家己敢若笑的同款，就是因为我足艰苦的，我完全无法度接受这件代志。我知影。自你出生了后，我就希望会当阁生一个弟弟也是妹妹，因为恁爸爸最爱伫囡仔的，一直到我阁有生了后，恁爸爸甲我有欢欢喜，你知无？也不过今嘛，妈，也不过今嘛。现在代志变成安尼啦，妈，妈，你看我，你看我一个妈，已经发生的代志，啥嘛无法度改变啊。所有的不幸，嘛无可能放袂记的。也毋过，至少你还阁有我，我会一直陪伫你的身边，永远支持你。真实的，真实的，当然是真实的啊！你遐尼疼我，我当然会照顾你啊。剩这个啦。芬你转来啊？阿姨，阿姐，恁在遮创啥？什么咧创啥啦？囡仔，你讲新人个菩萨哦？我讲这两个扫帚车啦。怀念着彼段心痛。一世人会当将你。阿姨，阿姐，恁在遮创啥？你讲新人个菩萨哦？我讲这两个扫帚车啦。
你讲啊，伊住恁兜创啥？你讲啊，伊是安怎伫咱兜？妈，你无接歹好无？你哪点你？我来跟你老爸讲话。你到底有啥创啥？你到底有啥创啥？你拢问我就好啦，这拢是我做主的。我叫立伟讲好好踮病院照顾你，等你转来才甲你参详啊。是啦。即马你甲发生意外，明贤甲如意因拢发生代志，哎呀已经失踪去。如果讲咱若无好好照顾这两个囡仔，是啥人要照顾，对无？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收留伊？我袂同意，我袂同意啦！我袂同意，我袂同意，我袂同意啦！阿姨，我知影是我唔好，害你住几多天的病院。是的啦，我甲你下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看到啊吼？你看你做的好代志，我好好一个囡仔，一辈讲话啊！你出来害死，连我的主角嘛给我摕掉啊！这拢是你害的，这拢是你害的！你后面就是跳工的，伊跳工的，伊代替伊老母来折磨我，你让我的囡仔来啦！你让我的囡仔来啦！我的囡仔，我的囡仔，这，金兰，这。金兰。新兰，博山，你开门啊！莫甲门开起来嘛，新兰，新兰，新兰，我无甲你讲我妈发生啥物代志，是因为我知影你已经足艰苦的啊，我无希望佮增加你的压力。也毋过我想袂到，代志会变到安尼啊！新兰，博山，你紧开门啊！拜托你甲门拍开好无？我拜托你开门。迄个扫帚先要搬入来，搁来到外树路要搬入来，那你我到底是要创啥啦？你是咧讲啥物笑话啦？甲物件迄转去。我讲笑话，也毋出代志的时阵，恁来伫遮啦，还是我生啥物代志？你骂人呢？你关心的毋是我，毋是柯贤，毋是妈妈，你关心的是徐如月。就是我无听到是，我拢听到啊！你知影你这句话对我的刺激有偌大无？你今仔日会死去一个还无出世的囝，就算讲你是你直接害死，讲你是帮凶也不为过。因为你迄句话，让我这个祖母对你完全失信，完全失望。连一个做老母的，想要拼性命保护巴肚内迄个囡仔的意思，你嘛拢无去啊！你知无？如月已经死啊啦！如月伊跳河自杀啦，互串后的溪水冲到无看的人啦。连一个全尸都无啦！你即马知影安尼心内有较爽快无？你莫叫是干那你一个人受到伤害，干那你一个人咧痛苦尔呢？你伫遮大声细声，咧怪罪咧埋怨别人的时，你敢有想过？别人的痛苦袂比你较少呢？别人的心内，一方面受到痛苦，开始咧智慧。一方面，搁要忍受你这么残忍的口舌，我听袂落去啊啦！阿文啊，
我决定要收留新兰甲宝山。如若伊人已经无伫这个世间啊啦，所以你若是打算甲一个已经无存在的鬼魂继续坐落去，真实的，我无几力奉陪，你也想我清楚啦。 涂骹真骨较细腻的啦。哇！你无安怎哦？无安怎？这，咱要去倒位吼？我嘛唔知影。咱先离开遮才搁讲，为伫遮嘛住袂落啊。嗯。好。呀。 这里啊，呀，进来，呀。喂，啊，目睭闭较紧的啊，无一定尸体就伫石头棚内底哦。知啦，你讲800遍啦，够烦呢。这。 无路安呢，你安怎？可姐，有人咧讲话呢，敢有啦？我来甲你讲，叫你莫来啊！是新兰呢？可谦哥，可谦，姐姐，来，甲手好吗？来，到这里。 这里哦，慢慢的来。恁伫遮创啥？你还阁假讲？恁两个大包小包开的，头挖的就做恁去，但即摆行到无路啊，无恁是想要创啊？新兰，缀我来倒。我知你是痛苦的，因为阮妈对你讲的遐话，互你感觉足无面子的。你拢有恁的委屈。 阮妈已经发泄过啊，今麦就请恁甲这场离家出走，嘛当作是发泄好无？是啊，听我讲，恁并无孤单啊。阿妈甲阮爸爸一直拢对恁张开双臂，敢毋是？啊，那我若是张开双臂，而且我还阁会挡伫恁头前。 啊，你话都讲要出去搁探听看卖咧，看会当有明年的消息无？妈，是的啦，我知我的态度无好，也毋过我人啊，加减拢嘛会有喜怒哀乐、七情六欲啊。我感觉有七情六欲、喜怒哀乐，我是一个欠缺的人。 我已经无资格通我做这个查某人啦。袂啦，阿芬，来，食水。妈妈甲你讲，咱这个世间啊，无是全是你的代志啦。拢爱看咱家己用什么款的心情去对待。假使咱若拄到快乐、欢喜的时阵，咱一定要用感恩的心。 也是咱拄到不如意，也是啥物怨叹，咱爱用包容甲宽容的心去化解一切问题。你无听人俗语伫咧讲，若有偌济量，就会当得偌济福。假使你若会当收留宝山甲心兰，我相信咱的亲戚朋友不但会赞叹你，而且。 你话嘛会感谢你啊，对。紧！
大家赶紧洗洗身躯，换一个衫咧，要是无赶到就害啊！哎呦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我伫河边找着因啦，因咧替因妈妈咧压花啊，啥货安尼啦。哦，外口遐尼暗啊，万一若着伤要安怎？有我甲柯倩伫的，你放心啦。好啦，莫讲遐尼济啦，也毋赶紧去洗洗身躯换衫，紧嘞。是啊是啊，紧起来，紧起来哈。怀念着彼段心痛。也毋赶紧去洗洗身躯换衫，紧嘞。是啊是啊，紧起来，紧起来哈。我来出姜汤。紧去。哦。我甲弟弟就安尼伫咧老家大落来，因为找无尸体，妈妈谎报做失踪人口，也爸爸煞变做是真实的失踪人口，一直拢无任何的消息。我知影，从今以后，一切敢若用要靠我家己。阿嬷讲，生命中常常有足多想会到、甲想袂到的代志发生，这就是生命中的无常。我还搁伫咧适应要安怎甲碧芬阿姨相处的时阵，老家搁来一个吴嫂。吴嫂早。早，来来，吴嫂早。吴嫂早，你上爱食番薯的哦，我今日专工煮的哦。哦，谢谢。吴嫂早。新兰，这啊，食早顿。来，这啊。啊，吴嫂，歹势啦，阮家己添就好啊。当然是你家己添啊，啊，毋是你无骹无手啊，我添互你食咧。今日番薯足送的，紧食哈。哦，谢谢。吃。哇，向后壁仔进去啊！啊，嫌早顿较煮好哦。对哦。吴嫂嫂，你阁真勤快哦，透早就开饼出来，搁遐煮早顿哦。啊，无啥物个啦，我拄爱阿姐遮，阿姐因规家遐对我遮好，会当做的，我就尽量斗相共。好啦。开心啦，来食早顿。哎，早顿我下课才食啦，要不我要迟到啊呢。迟到无食早顿，免哪会用的啦。今日早顿是新人煮的哦。真是的哦。新兰，这拢你煮的是无？是啊，真快，袂歹吼。既然是你煮的，就算迟到嘛要食。来，你吃咧，我给你添哈。新兰，你坐啊，做伙食嘛。伊食过啊啦。啥物啊？你已经食过啊？竟然无等我，实在足无意无事的。啊，是安尼啦，我今日做值日生啊。哦。这。哎，博山，来来来，进来陪我食。伊今日嘛是值日生，伊食饱啦，紧头做。哦。啊，你唔是值日生，啊唔去好，等你迟到咧。哎，啊唔去。哦，好。要唔过我。
人明明就还未食早顿，你哪要甲因讲我已经食过啊？哎呦，你哪安尼啦？你实在真唔知好歹呢。我吼是惊你逐工食同款的物件会咸，有当时啊买换一下口味，你讲对无？喏，你看，这有足侪好食的物件呢。你要食啥物嘿？来，赶紧紧的。哦，姐，你要食倒一块？哇，我是真是食饱啊啦。来，吸管，来，吸管，吸管，来，吸管，来。哎，吸管下来。你若袂去摕玻璃，爱甲你摕无？唔免啊，我也无定啊。班长，你看啦，你把牛奶打翻了。牛奶嘛，牛奶车倒啊，家己接倒搁一罐啊。班长，你看陈志坚啦。好，是的，这罐你就先摕去 ，OK？ 班长，我跟你讲吼，牛奶加巧克力就变成巧克力牛奶。陈志坚，这个不是我的巧克力。你的？英文敢有写验名字3字？喂，你莫甲我提醒，这明明就是我叫你送好了。张有像啊？张有像啊？张有什么人啊？你想哪不爱定牛奶？因为好你定上。哪有可能？阿姐因对阮足好的呢，只是我伫咧想，这的牛奶费、蒸饭费会当省的都尽量省。哦，那就安尼啦，省几百块会当创啥哈？对啊，阿姐嘛是安尼讲，所以应该付的拢付啊。过来咧。是我家己将钱扣落来，无够啦。怎啊？我知影我安尼做真无应该，也毋过我真是想要欠一寡钱。你敢捌想过，突然间你的老爸老母会无去，厝会去用查封，这个代志对我来讲，应该是我的星球才会发生的。也毋过即马拢发生伫我的身上。你无想要相信嘛袂用的，你想无要办嘛袂用的。你讲看觅啊，我会当安怎？也毋过无要紧，虽然这几百块啊无算啥物的，但是总比无较好啊。即马我伫咧心肝内，慢慢啊养一个希望，种植一棵小小的幼苗。这个小幼苗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。那安尼，你的希望是啥物？当然是希望会用甲博山搁建立一个属于阮家己的厝。多谢我会求。紧互我要去用老师的啦。好啊，有材料你来摕啊。你是咧歹啥啦？害你啦！为着我无想要算啊，有材料你家己去摕。死胖子，坏蛋！你敢甲我骂？你是算老气？我无了你啊！你猜我麻烦要做啥？是啊，你是无了着我，也毋过恁爸爸了着阮爸爸。恁爸爸是专门骗人钱的大坏蛋。即摆阮爸爸甲妈妈逐工拢咧冤家，有够烦的，拢嘛恁斗害的啦。我无找你，我要找谁啊？我甲你讲哦，为今日开始，我若是无欢喜，我就要找你，知影无？我甲恁讲哦，因爸爸歹，因妈妈搁较歹呢，是跳河假死，因两个是陪嫁小大坏蛋呐。我准你骂我妈妈，我准你骂我妈妈呀！喂，是阮遮老家，什么代志是？博山受伤啊？怀念着彼。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博山，是谁叫你甲人相拍？你看你变成安尼，你想要互拍吼？安尼你甲我讲就好啊。
我来甲你拍，莫互别人拍你，你知影无？你看啦，会听无？心啦，免烦恼啦，甲带去你整理你的，啊，空喙唔好家洗着水，啊，通落来食饭哈。谁欺负你？紧甲我讲，我互你靠，替你报仇拍倒来。客气。谁叫你读袂着讲什么相拍报仇哈？厝内底有毋食囡仔，无代表你嘛爱甲因学啊。搁再讲，咱老家毋是遐尼无教养的家庭，搁安尼落去，你会甲因共款的啦。妈，阿芬啊，囡仔讲话拢是无心的啦。阿嬷甲恁讲，以后不管什么人，拢袂用甲人相拍，甲人冤家哦。带去楼顶洗洗，啊，紧通落来食饭，吼。阿姨，对不起。阿姨，对不起。阿姨，以前住伫恁兜，做毋着代志，无人管得着咧。即马恁住伫阮老家，有阮老家的规矩，做毋着代志就爱罚。毋是敢若罚咯，要罚较重呢。啊若无咱就喙边头要人知影讲，咱是因为别人囡仔，咱毋愿共教，会向讲呢。恁两个搬来阮兜以后，工课嘛变足济啦。有少一个人做袂来，无安尼啦，罚恁做一礼拜的家事，互有少通休困。阮两个是安怎着阮姐姐嘛爱奉罚哈？恁姐姐即马上大的责任，就是来管就好。既然管你管袂牢，当然嘛爱罚。恁两个爱人爱记，恁是你家的囡仔，阮老爸是看恁可怜，收留恁的哦。安娜，讲着要罚，不好是无？无啦，阮无不好。阿姨讲了无毋对，我无将弟弟管得好，是我的毋对，我嘛应该互罚。所以上好啦，安尼啦，为下暗开始哦，甲靠定甲我扫扫。敢一定爱下暗做是无？新南明仔载要考试呢，而且期中考试你要交啊，伊都要准备功课。这关你什么事啊？这个房间。妈，你要共处罚嘛，得小讲一下道理啊。讲理。要做代志之前是安怎，我想得清楚。我即马是要互因知影好歹，处罚搁讨价还价，安尼是算啥物处罚？也毋过，算算去啦，客气，甲你无关系，你莫管啦。有嫂，去把纸甲笔来摕出来，把所有的工课写甲清清楚楚，一项嘛袂下漏到去，唔通互因两人收赢。博山，做阿妈，你去困好无？我来做就好啊。无用的啦，迄边还阁有规大片呢。你的伤也袂好呢，你爱听话，先去你困好无？无爱啦，你去看你的厝，剩下互我来就好啊啦。你哪会变甲遮尔无听话啦？你走啦！我知影我是一个害人精，你若讨厌我，就直接甲我讲啊。博山，你莫安尼啦！我知影你是因为伫咧学校受委屈，才会甲人相拍，这无怪你啊。我即马只是足烦恼你，足着急的，我是惊你会困无够啊。安尼我嘛会烦恼，嘛会着急啊。也毋过咱两人无共款啊，你是囡仔呢，还阁伫咧发育，也毋过我已经大汉啦，你讲对无？你安尼就已经发育完是吧？哦，你足过分的呢，你敢笑我吼？哼，你敢笑我无？就你啦，我不是介意。慢走，等下。哎，阿姐， 11点外，恁较还袂困？
无啦，因为我扫伤无用啊，所以阮两个就想讲斗相共拼扫，对无哈？对。拄好，叔叔有代志要甲恁讲。什么代志？恁兜去互查封啊啦，过几工啊，法院拍卖公告就会出来。也毋过恁放心啦，叔叔会想办法甲恁这间厝标起来。叔叔会安尼做，是希望将来恁大汉了后，我会当亲手甲这间厝交还恁。咁真是嘞，多谢阿姐，多谢阿姐，多谢阿姐。免遮尔客气啦，叔叔的心意恁会当了解就好啊。好啊啦，无远无卡啦，袂走去啦。练工哦，找一个时间再来创，赶紧先去困。阿姐，无要紧啦，敢若剩一点仔尔，阮若是整理好就会去困，你先去休困。好啦好啦，今仔凊彩创创就好哈，下日较紧困哦。阿姐晚安。阿姐晚安。晚安。阿姑啦，今仔厝用好势好势。无代志啊。我今日加班足忝嘞，我去洗一下身躯咧。加什么班？研究看要用什么介绍来你甲迄间厝标起来先。你拄则甲新兰因讲的话，我拢听到啊。我唔敢相信，你竟然要标迄间厝，是准备将来要留予因住的。以后的代志要真远啦，无需要遮尔认真。你的意思是你凊彩讲的哦？安尼搁较奇怪。你讲，你为虾米要去标迄间厝？你家己是做建筑的哦，你比啥人搁较清楚，迄种出过代志的厝，气温差、风水歹，不管是要卖，还是要搁重起，根本就无利润啊！咱若毋是无厝通好住，就算讲要住，嘛袂去住迄种凹所在。刘立伟，我欢喜，我甘愿安尼会使袂？你真好奇吼，你想要知影代志的真相？好，我坦白甲你讲，我一定要得到迄间厝啦，不管是了钱还是倒贴，我拢一定要得到啦。因为我的心内唔甘愿，我不服啦。自细汉我甲明贤，就去互大人比过来比过去。伊比我较聪明，比我较得人疼，比我较会读册。出社会了后，伊运气嘛比我较好，事业嘛比我较成功，连交一个女朋友拢比我较顺遂啦。我就唔相信。讲来讲去，拢是因为如愿，你会去标迄间厝，因为厝内底拢是伊的客面，拢是伊的形想要再相逢，怀念着迄段心甜。是我。一世人会当将你。自细汉我甲明贤，就去互大人比过来比过去。伊比我较聪明，比我较得人疼，比我较会读册。出社会了后，伊运气嘛比我较好，事业嘛比我较成功，连交一个女朋友拢比我较顺遂啦。我就唔相信。讲来讲去，拢是因为如愿，你会去标迄间厝，因为厝内底拢是伊的客面，拢是伊的形形。凊彩你安怎讲啦？顾在你啦！嘿，博士，这暗嘛你哪还袂困呐？姐，你进来看，我咧去咱兜呢。后摆啊，等阿姐甲厝互咱的时阵，我的房间伫咧遮，你的房间伫咧这个所在。要毋过这边是啥物嘿？为什么这个房间无通问哈？迄间房间是要互爸爸妈妈，我唔知影会空偌久，惊会有火灾，所以先无甲因去通问。哎呀，惊啥物嘿？为着后摆姐姐吼，逐工拢会去摒扫迄个房间，你敢袂记啊？
爸爸甲妈妈吼，因上介意光光的感觉，所以吼一定爱替因起一间有窗仔门的房间，安尼吼日头就用个晒入来，新鲜的空气嘛会当流通。等以后爸爸甲妈妈转来的时阵，因就会足欢喜的。你讲对无？对。来。嘿嘿，你袂对，莫走！哎，李博山，想要走啊？死囡啊！你是毋是在地啊？啊？你毋知阿坤是阮做的哦？你敢欺负伊哦？敢甲恁爸青？你活了你生啊是？你哪啊？好死啊！奸笑！不走！还有谁没拿牛奶？都拿了。李金兰同学，这管应该是你的啊？我无定啊。我跟您讲哦，您敢知影？有一寡人吼，就是畸形，没奶。这管是你的无唔对啊？你看，这顶管有写啊，加补费后加一瓶，所以这管是你的啊。要唔过我无补费啊。你看我要创啥？是毋是你补的？好可能啦！你看，我还袂开，就是要分一半给你啊。对嘛，啊你唔得对，来，我李金兰一个鼓励，要喝完哦，喝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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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博山，博山，啊你哪会转来？因为我身体有一点仔不舒服，老师叫我转来休困。不舒服哦。啊你是安怎？就下过迄个旧镜头啊，我已经食药啊，无要紧。阿嬷，你饲的兰花比阮妈饲的搁较多呢。是啊。阿嬷的饲兰花吼，拢是恁妈妈教的呢。每一摆阿嬷若甲恁妈妈讲到兰花吼，啊，就讲足久足久的啦。博山啊，你看这贝壳啊，对无？你甲恁姐姐，就好亲像被沙滩上遗忘的贝壳同款。也不过不要紧，只要有机会，有一天这贝壳吼，嘛会用串成一串足水足水的破链，你讲对无？对啊。一碗面给我，他戴着一顶安全帽，爸爸身上还带着一股香味。博山，你哪无去上课啦？哟，你哪无去读书？有啦，又去啊！啊，因为吼气喘病发作，老师叫伊转来休困，对无？吴嫂啊，啊你今仔日有买啥物较好食无？老太太，鸡鱼肉吼，鸡蛋青菜拢有买啊，无欠啊啦。博山，你较爱食啥物物件？甲阿嬷讲啊。青菜我啥物拢爱食。食屎啊！吴嫂啊，明仔载吼买一只乌骨鸡，啊炖一下中药，甲博山补一个。使啦。咱过来读册。今天下午有2节美劳课。好啦妈，我这段读书就困啦。是我啦。是你啊？真系你。害我？你替我交的牛奶费啊，我当然爱害你啊。唔免啊，
谁安尼害我？我家己想要害你啊！我袂啊！哎呀，啰嗦！来，摕去。你莫安尼好无？我有听到你甲曾淑玲讲的话啊。你较细声好无？你要创啥啦？互我出去啦！你无听我甲话讲煞，你变想要出去？你是要讲啥？你紧讲啊！我知影你就是要欠钱的，也毋过你无办法去趁钱啊。而且你嘛无可能甲阮兜的人开喙，所以你只好苦到你家己。我想要甲你斗相共，也毋过我若是甲阮爸爸或者是阮阿嬷讲，我惊去伤到你的自尊心，互你为难。所以我只好用我家己的零用钱啊。我知影你想要甲我斗相共，你的好意我信任，但是不管安怎讲，你还是用着你家己的钱啊。我只是有借有还，敢有啥物唔对？那呢，我敢毋是帮倒忙？你辛苦所欠起来钱，颠倒搁叫我挖出来。为着我即马有钱，我就是无想要欠你嘛。你无欠我钱啦，我无一定会用的袂。当然嘛袂用的。你哪遐尔固执啊？我毋是固执，是因为我敢若剩一丝丝仔自尊甲骨气。你毋是我，你袂当明白。假使你若是有一个亲像我这款的爸爸，你就会当真清楚知影我即摆的感觉。我已经对我家己就抓过，这世人只要我有能力，我绝对袂向任何人借一角银。假使你若是真是想要甲我斗相共，请你成全我这丝仔自尊甲骨气。天啊，无使！你若伤到遮严重啦！顾主任哥，拜托你唔通讲出去，唔通讲哦。那呢，你甲我讲，是谁甲你拍到安尼？紧讲啊！阿坤，伊跟南亚阿姨替伊出头，伫咧倒来找我算账，也毋过我无甲伊相拍，我真是无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你继续讲。为伫因就是挑工要找我算账，我也袂用甲因相拍，安尼互因拍总会用的哦。你哪会这样讲啦？拄着遮尔歹学生，你先怎不爱去甲你老师讲咧？我惊阮老师会敲电话，阿嬷若知影会生气，我也袂用个讲，嘛袂用个甲因相拍，就用手甲头甲面拢捂着，莫互因拍着。那安尼，大家就拢唔知影。是去啦，搁互恁袂拄着啊！小李个，要走倒去啊？放手！放手！是。你是也是创啥？是，放开我弟弟！放开！放开啊！我甲恁讲哦，你上个敢欺负阮弟弟，我的对象无客气。小查某。你这个人真袂见笑呢，以大欺小，有才调你就来找我。好啊，你别来找你。快走啊！快走！啊！哎，你们走啦！以大欺小哦，好大袂找阮啊！对哦。起来啊！起来啦！起来啦！别搁挨啦！以大欺小，唔知啦！看你身躯哦，有几位乌青啦，看在一套转来。哎呦，咖喱先！你讲对不起啊！对不起啦！对不起啦！你给我听清楚哦，博山哦，有阮做靠山哦，卡叔哦，
以后你若搁欺负伊哦，阮两个哦绝对袂放你耍，有听无？有啦，闪啦，滴来哦，这样吧。耶！暖暖吗？小款会用未？无代志。客卿，讲实在，安怎？有要紧无？我无要紧，大家去较自然的。志坚，但你不要照着我哦。行啦 ，OK。转来啊！转来。阿妈。阿妈。你头壳是安怎啦？客卿，啊你是安怎？无代志啦，你莫遐紧张啦。哎呀，拢嘛是志坚，拢一个遮大地沙布，唔知看起来遮严重啊。对啦，阿姨，我都袂晓爆炸哦，其实伊的空嘴哦，敢若安尼尔啦。而且哦，搁有我伫个啊，我会用我的安全飞腿，将因拍甲做到白啊。你个谁相拍？阿姨，就是阿坤甲阿英啊，因除了欺负博山哦，还搁有新兰啊，阮两个看袂做的啊，都甲因相拍啊。妈，你唔好看我安尼都唔甘我要死啊！你老生袂用偏去的啦。哎呀，我看卖啊，我看卖啊，手放来，我看卖啊啦，我看卖啊，手放来，我看卖啊。妈，我不要紧。客卿，阿姐，那这样无细事啦，发生什么代志？不要紧啦，刘伟啊，即马医生已经甲伊治好啊，小可代志，小可代志。爸，你敢要相信？我可以当甲你斗牛哦。好啊！你是咧讲啥？阿芬啊，你是咧歹啥货啦？你话，你拄则无看伊伫咧厝的情形呢？迄灰是流到规面啦！伊为着要替别人讲话吼，连家己性命都歹治啊啦！妈，无遐尼夸张啦。你搁阴吹阴字。是咧讲啥话啦？替啥物人讲啥物话啦？会当怂恿咱客卿去甲人相拍的，还搁有啥？也毋是伊。什么怂恿？妈，你是咧讲啥啦？住在咱家，食咱的，用咱的，恁老爸阁爱替伊出学费，倒一项有减过哈？啊伊咧，煞甲学校的牛奶费暗藏起来，做私房钱，住你的面头前是假先假当，叫你替伊付钱，对无？又摕钱骗我。你点去？你是安怎遐尼无出团哈？伊叫你往东，你就往东；叫你往西，你就往西；叫你去甲人相拍，你就去甲人相拍。你头壳天遐济，这摆时啊，就想袂清楚，你到底是破的后生啊？你是咧讲啥物啊？客卿，客卿，你人笑亏啦！妈，你莫安尼好无？想把伊做孤儿，想把伊寄人篱下。新人甲博山住伫咱兜，已经有足大的压力啊！你既然袂当互因温暖，你就莫欺负他们嘛。欺负？阿芬啊，客卿讲的敢真实的？你共欺负哟？无啦，阿姐，
客卿，我求您，你莫阁讲啊，好无？无啦，无这件代志。新兰，你真高，你若有抢我的爱，即马我的囝，我的翁，你拢要担心。我甲你。比你老母更加厉害。学长，想要再相逢，想要再相逢。怀念着彼段心痛的恋情，咱真心对待，不应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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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家讲，予你知，阮对。阻碍，所有的阻碍，挡袂着夜夜梦甜蜜的恋情。